Just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话语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卓玛。本期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悼念越南佛教领袖释一行禅师逝世；西藏语言权利倡导者扎西韦瑟遭中国政府审讯；捷克总理彼得菲拉亚致函感谢司政边巴次人的贺信。西藏议员出席在达兰萨拉举行的第73个印度共和日庆典。台湾人权团体举办拉嘎快闪抗议北京冬奥行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精神领袖之一，越南著名的和平活动家和反越战倡议者，以及现代正念运动的先驱释一行禅师，于上周六1月22号早晨在越南顺化的慈孝寺圆寂，享年95岁。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得知他的好友和精神上的兄弟一行禅师圆寂的消息后，深感悲痛，随即通过官网向越南和世界各地的追随者表达了慰问和悼念。达赖喇嘛尊者在调研信中写道：释一行禅师通过和平的方式反对越南战争，支持马丁·路德·金。他不仅致力于与他人分享正念和慈悲如何有助于内心的平静，而且培养内心平静的个人如何有助于真正的世界和平。他的一生是真正有意义的。尊者最后强调，向一行禅师致敬的最好方式是继续他促进世界和平的工作。此外，通过达赖喇嘛尊者办公室于本周二1月25号发布的照片显示，达赖喇嘛尊者在达兰萨拉连续几天的风雪天气后，在晴空的阳台上欣赏喜马拉雅支脉多拉达山上白雪皑皑的壮丽景色。此外，根据总部设立于印北达兰萨拉的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的报道，西藏著名的藏语权利倡导者扎西韦瑟于上周二1月18号在他的个人微博中透露，就在前一天，他被玉树市杰古镇公安局传唤并被审讯近3个小时。扎西韦瑟因试图对中国地方官员未能保护和促进中国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所保障的西藏语言和文化权利而起诉地方官员。此外，在2015年11月，《纽约时报》发布有关他作为西藏语言权利倡导者历程的纪录片后，他被中国当局逮捕。在拘留近2年后，当局以煽动分裂国家罪判处扎西韦瑟5年有期徒刑。他于2021年1月28号刑满获释。出狱后，当局禁止他会见律师，并被剥夺了5年的政治权利。在获释9个月后，扎西韦瑟开设了一个个人微博账号，并在简介中写道：言论自由是所有权利之母。在他微博的帖子中，他通过分享无法访问的网站截图，对当局关闭藏语网站提出质疑，并在一些帖子中列举了中国宪法中明文规定的权利。在中国政府对藏人进行汉化的过程中，大力在西藏各地推广普通话，并且任意监禁和判处致力于推广西藏语言文化以及质疑中国治藏政策的社区领袖和人权活动家。与此同时，继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人于2021年11月致函祝贺捷克新任总理后，捷克总理府于上周三1月19号以捷克总理彼得菲拉亚先生的名义致函感谢司政边巴次人。
捷克总理府在信函中强调了达赖喇嘛尊者和捷克前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之间的终身友谊，在西藏和捷克人民之间建立了深厚的联系，并提到捷克政府将遵循两位领袖在促进人类最珍视的自由、民主、人权和法治等价值观的基础上留下的遗产。另外，第17届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卓玛次仁女士在议员拉加日·朗杰卓嘎的陪同下，于本周三1月26号应邀出席了在达兰萨拉警察广场举行的第73个印度共和日庆祝活动。副议长卓玛次仁女士在活动上向首席嘉宾赠送了代表西藏传统礼仪的哈达，并代表西藏人民议会和世界各地的藏人向印度人民致以节日的问候。首席嘉宾喜马希尔邦电力部长苏克拉姆乔杜里先生和其他高级官员出席了当天的庆祝活动。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即将召开的前夕，包括西藏、香港、东突厥斯丹以及关心台湾、中国人权相关议题的台湾各地的人权团体共同举办人权顽固分子抵制北京冬奥记者会。西藏台湾人权连线理事长扎西次仁先生也从去年12月开始，每周三中午在中国银行台北分行前举行拉嘎快闪抗议北京冬奥行动，期待引起台湾各界对中共侵害人权及抗议北京冬奥的重视。1月26号早上，台湾各人权团体的代表共同在立法院群贤楼门口发表对中共人权侵害及北京冬奥即将举行的共同声明，包括立法委员林长佐、范云、邱显智、台北市议员邱威杰、苗博雅以及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施义祥、香港编程青年执行委员冯兆天以及藏台连线理事长扎西次仁出席记者会及发言，呼吁台湾政府与社会大众正视中国侵害人权的行为，并关切运动员在极其监控与资讯不透明下可能会发生的人身安全与言论自由等问题。No rights, no ga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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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记者会后，部分成员随即到中国银行台北分行前展开第7次拉嘎快闪抗议北京冬奥行动。虽然有亲中人士的骚扰，但台湾警察到现场维护自由集会的非政府团体工作者的安全，包括废除死刑推动联盟执行长林希怡、人权公约施行监督联盟研究员杨刚、藏台连线理事长扎西次仁及香港编程青年冯兆天轮流发表简短演讲及呼喊口号。抵制北京冬奥，关切中国人权，关切中国人权，关切中国人权。各位观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